議員吳國昌指，特區政府近年處理同中央關係嘅公眾事務上，屢次出現黑箱作業，冇辦法保證公眾獲得知情權。議員吳國昌喺書面質詢中批評特區政府喺未展開公眾諮詢嘅情況下，喺2006年1月向中央政府提出填海造地398公頃嘅計劃。呢個計劃涉及特區20年嘅發展㗎。儘管3年嚟計劃未獲得批准，但特區政府就一再透露已經應中央政府嘅要求提交方案調整後嘅資料。吳國昌提出，可唔可以向公眾公開填海造地方案嘅細節，並進行公開諮詢，集思廣益。另外就超齡子女來澳團聚嘅問題，佢亦都希望政府公開特區政府同內地部門已經達成嘅共識同方案嘅內容，牽涉嘅人數有幾多，並且希望特區政府日後可以就相關問題事先進行公開諮詢。